sappiate indicare anche con l'ausilio delle tecniche moderne.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嗱呢間咧就係喺石硤尾嘅聖方濟各堂，我就係呢間聖堂嘅本堂神父。嗱呢間聖堂咧，其實就係全香港最多座位嘅教堂。咁樣你以為乜唔係堅道主教座堂咩？乜唔係聖多肋撒堂咩？嗱都唔係。嗱嗰啲聖堂可能都比呢間大，不過咧佢哋有啲柱啊諸如此類，或者嗰個聖堂嘅形狀啊嘅問題。座位咧最多唔係嗰兩間。座位咧最多咧就係呢間教堂，可以坐成1000幾人嘅。嗱呢間聖堂或者你自己間聖堂啦。嗱你諗下，聖堂裏邊最重要嘅3樣嘢係邊3樣嘢？你諗下自己間聖堂啊，你時時去嗰間，諗下你間聖堂最重要嘅喺間聖堂裏邊最重要嘅係邊3樣嘢？嗱我俾啲時間你哋諗下先。耶穌十字聖架啦。聖母像同埋冷氣機，好重要啊！冷氣機係聖體啦、聖血同埋聖母像。聖堂3寶係指神父啦、聖體啦，同埋嗰啲聖水啩。祭台嗰個 stage 啦，同埋祭台上面嘅耶穌苦像啦。聖堂門口嘅聖水嗰個池啦。我認為係耶穌十字架嘅苦像啦、祭台同埋聖母像。諗到未啊？嗱，可能咧有好多人咧會諗，梗係一樣嘢，聖體櫃啦，因為聖體耶穌基督啊嘛，梗係最重要啦。有啲人可能諗祭台啦，可能你以為祭台開彌撒啊嘛，最重要啦。有可能你會諗如果你聖堂有十字架咧，你會諗個十字架啦。有可能你會諗你聖堂裏邊嗰個聖人像啦，譬如你奉嗰個聖人為主保嘅，可能喺聖堂裏邊有個聖人像，你以為聖人像最重要啦？嗱，其實呢間聖堂最重要嘅3樣嘢，邊3樣咧？第一樣就係聖水池，或者聖洗池；第二樣就係讀經台；第3樣就係祭台。嗱，首先第一樣，聖水池點解最重要咧？原因咧就係我哋點解入聖堂咧？入聖堂主要咧就係為參與彌撒聖祭。邊啲人有資格或者有份參與彌撒咧？主要就係我哋領過洗嘅人，我哋天主教徒領咗洗，我哋有份有資格參與彌撒。所以入聖堂嘅時候，喺聖堂門外咧有個聖水池。就係提醒我哋曾經藉住呢啲水接受洗禮。所以咧，你每次入聖堂咧，你要記住咯。你點聖水嘅時候咧，就唔係咁點咗 filigree 畫咗一路行一路畫，而係咧最好咧就係你點聖水之後，你企埋一邊，可能有啲人喺後邊嚟緊啊嘛，唔好阻住人企埋一邊，好莊重咁樣畫十字，記起自己曾經接受過洗禮，藉住啲水接受洗禮。咁樣就畫完十字之後，跟住先去揾你嘅座位。咁所以喺聖堂門外咧有個聖水池就係呢個原因。所以好多聖堂咧，你特別見嗰啲新起嘅聖堂咧，差唔多可以話全部咧都喺聖堂門外咧近入口嗰度咧有個聖水池喺度嘅。如果一啲舊嘅聖堂咧，佢原本冇嘅，到佢裝修嘅時候咧，佢都盡可能，如果有地方嘅話咧，都會安翻個聖水池喺度，就係呢個原因，呢個意思啦。好啦，有個聖堂參與彌撒。彌撒2個最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聖道禮，第二部分就係聖祭禮。聖道禮我哋聽聖經、聽神父講道聖道禮。聖祭禮咧就係我哋祝聖麵餅、葡萄酒，成為基督嘅聖體聖血，我哋領聖體、領聖血。所以第一部分聖道禮咧喺邊度舉行啊？讀經台咯，係嘛？讀經完咧，仲有讀經咯。
神父咧喺度讀福音咯。所以讀經台就喺第一部分舉行嘅地方，所以係一個重要嘅地方。第二部分就係祭台啦，祭台咧就係舉行聖祭禮嘅地方。所以兩部分咧係最重要嘅，讀經台同埋祭台。所以你以後入聖堂嘅時候，你特別記住呢樣嘢咯喎。所以咧可能有啲人都會諗到祭台係最重要嘅，但係咧好少人諗到咧讀經台嘅，因為咧我哋好可能咧，我哋好多人咧都唔着重睇聖經、聽聖經。所以你以後記住入聖堂第一部分聖道禮咧，聽聖經咧都係一個重要嘅部分。好啦，有啲人問，咁點解聖體櫃就唔係重要咧？聖體櫃咧原本聖堂咧就唔係攞嚟儲存聖體嘅，唔係保存聖體嘅。所以你見到一啲新嘅聖堂，如果佢有地方嘅話咧，都會有另外一間小堂，喺小堂嗰度咧，佢哋儲存聖體。咁樣就喺聖堂裏邊咧，如果可以嘅話咧，我哋唔需要保留聖體。所以以前我哋嘅聖體櫃放到中間四四正正，或者好似呢間聖堂一樣。咁就原因就係即係以前有一段時間我哋嗰個觀念唔係咁清晰啦，或者個位置放錯咗啦，所以新嘅聖堂咧都唔會咁做噶啦。舊嘅聖堂咧，如果裝修嘅時候咧，都會盡可能將個聖體櫃咧移歪啲嘅，唔會放喺中間嗰度嘅，而喺旁邊嘅位置。咁有啲聖堂，如果因為嗰個結構問題或者嗰個觀感問題，如果移開咗咧，就會破壞咗嗰個感覺嘅，或者嗰個結構嘅，唔能夠移嘅，咁就冇辦法啦。咁就只能夠維持原狀，放喺中間嚟。所以嗰個聖體櫃咧，唔係喺聖堂裏邊最主要嘅一樣嘢嚟嘅。十字架當然十字架為我哋嘅信仰好緊要啦。但係如果你喺聖堂整間聖堂嘅結構咧，嗰個意思咧都唔係十字架。所以三樣嘢。聖水池、讀經台同埋祭台，就係三樣最緊要嘅事物。入聖堂咧，我哋主要咧記起我哋曾經領洗、接受洗禮，滴住啲水，跟住咧我哋聽聖經、舉行聖祭、參與彌撒。